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岳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6月16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经济部表示讲，网络买米要用振兴3倍券，大目标就是钱入了，爱实际出门去开用的才会稳准。中岛白沙屯妈祖这边已经有请示新村，决定新历7月初5要起价，办理9天8暝北港振兴的活动。卫生福利部发布去年国民死亡原因统计，癌症排头一坎，另外少年人行底路自尽的问题也值得重视。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7月15振兴3倍券，就要开始本倒来了。是讲网络买米敢会当用？经济部表示，大目标就是爱亲像艺术表演、运动比赛、旅游、交通这款钱入了，爱实际出门去开用的才会开放。另外，若要经过网络捐款哦，资讯机关这也有稳准，总是下用的名单，搁伫咧审查当中。我现在做团购了，然后有人要来跟我取货这样。3倍券到底倒一寡电商会当用？网络团购的业者嘛三无涨，就惊讲去用排毒会去影响到业绩。毋过业者强调讲，因为实体店面，毋过主要经营方式伫咧线顶，毋是干那做电商。我就是在做网络的，所以我不喜欢，我觉得这样对我们不太公平。我们有实体店面呐，因为我们还是以网络为主，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收那个券，我们现在很搞不清楚啊。现在当然是线上，对我其实很少去实体店面买，但是如果真的去实体，就是可能吃饭呐，就一定会去餐厅。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表示，振兴3倍券大关节是排毒电商，毋过有线顶付钱实体体验的厂商会当来入去适用的白名单内底。目前暂定敢若开放3大类，包括艺文展演、体育比赛、旅游活动。另外，即个讨论佮开放公益团体线顶捐钱，但是公益团体经营电商、网络顶捐的公益消费去向排毒，佮有线顶小量电商含无参加定帮帮的电商，暂时拢排除伫咧电商名单内底。线上购物本来就都不在我们的范围内。捐款这部分可能还是要由目的地的主管机关去看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认列进去。振兴券它其实可以有双轨多重的表达的方式，大部分的公益团体在开店上都非常的谨慎，店可能就是开了又关，这个门店的成本很高，所以公益团体能实际开店的其实不多，电商被排除在外是非常可惜的。经济部表示，电商白名单还阁请各事业部的主管机关来审查，名单还阁伫咧处理，还未做最后的定案。确定了后，会阁对外正式公布。若是真正有争议的适用范围，像讲学费、挂号费、上提回收票、手机叫车、卖菜券等等，暂时拢列入去稳准的范围。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国内武汉肺炎咧传，渐渐有较hiệu。打到立法委员建议讲，咱会当和病已经较无病症迄款国家，互相组织旅行联盟，开放国民往来游览，安尼嘛是替经济找一条出路。但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曾仁祥副署长就讲，确实会看每一国风险的程度，分阶段就去开放。台湾本土的疫情继续零确诊，国内进入产业振兴阶段，观光旅游业嘛照着国旅来提升业绩。民进党的立委何志伟是呼吁讲，台湾是用出口来做导向，需要甲其他国家经贸往来，应该提早部署来规划国际旅游联盟。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可以找到一个模式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未来就统称叫做台湾模式？疾管署的副署长曾仁祥是指出，国内疫情虽然较稳定，但是国际疫情đã突破800万人次。目前是以国外商务人士入境了后，要安怎缩短居家检疫的天数来做研议方案的方向。要国人或是外国人，因为商务旅游，商务的因素要进到台湾之后，那是否可以减少他的这个检疫的一个天数？那所以最近在研拟，一直都在针对这个部分在研拟啦。那希望明天这个方案可以定案啊。台湾交通部公布的安心旅游补助方案。我们也正在研究参考中，你们也先要推动国内旅游。因为最近东京的确诊人数佫达到双位数，日本的代表就指出，日本政府也未考虑开放国际旅游，会先用国内旅游为主。不过何志伟表示，会当先将越南等等疫情较稳定，而且提出旅游泡泡方案的国家列做旅游联盟的一部分，来抢商务旅行甲国际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7月开始，住台北市的民众1月收入若无甲42512块，
所以厝徛就有补贴会当申请。这条标准是照卫生福利部所算出来，每一县市上届加生活费用差2倍半，月金若无到遐，就会补贴。啊，毋过咱嘛有民间团体咧提醒讲，看收入以外，嘛着爱算个人的开销，安尼生较有欠用的民众，才确实补贴会到。行动无方便的杨先生，目前靠家己饮食头做散工，伫咧维持生活。去年伊抽到社会住体，原本想讲，若有租金的补贴，就会当减轻压力。毋过社会住体的租金一年一年咧起，伊实在是挡袂牢，落尾只好是退租。抽到国仔，我想说轻松啊，可是看到公文，谁知道这个才是噩梦的开始？租金一年比一年重。我们就业的这个机会就相对本来就比较少，所以这个环环相扣的部分，政府给我们的支持是非常非常的不足的。社福团体批评讲，税厝的补贴，新制实施了后，收入是各县市上加生活费2.5倍的人，拢会当提出申请。以台北市做例，月入42512块以下的人，拢会当提出申请。社福团体认为讲，这种补助的方式无法度照顾弱势，政府应该要赶紧提出会当负担计算的标准，让真正需要的人会当得到补贴。要让我们的补贴就是越弱势的人可以补助的越多，它是一个相对是个比较合理的做法。我们把它规划完毕之后呢，当然会有一些以前已经领有租金补贴的这些有些人他会减少。那有些人当然是增加嘛，地方政府在执行上面可能都需要还要再做一些比较详细的规划。内政部回应，为着制定会当负担计算的标准，已经甲地方政府开会，针对地方反映讲执行有困难，甲较有路的部分会继续讨论，希望上紧今年底会当制定完成，以明年会当推动做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早起中选会公告高雄市长补选6月20到24开放登记。啊，民进党呼声上届悬的行政院陈其迈副院长早起去高雄中学出席毕业典礼，嘛拖明讲伊家己念咪嘛有毕业典礼，分明是要辞职参选。啊，不过国民党这边嘛讲有意向要前的黄孝庭市议员刷口说讲，选有选无，中央拢有亏咧等陈副院长咧。同学，大家早安，大家好。乡中的学弟做捧场的，唔捌找出当年陈其迈的相片，佮甲伊进前市长选的基影夜关关，互陈其迈笑甲真欢喜。伊嘛讲伊家己马仔就是毕业典礼。今天的毕业典礼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明天我也会有我的毕业典礼。我相信能够在未来面对挑战的时候，我当各位的垫背。用澳一个较惨的，迄个叫陈其迈，是我们雄中的学长。陈其迈嘛讲，爱国民党有意思要来选高雄市长的人，爱展现伊的决心，意思就是爱辞掉伊现有的职务。我也希望说，国民党的对手，不管任何人要参选，就也能够展现参选的决心。国民党这边市议员李亚进表示有意愿参选之后，黄少廷嘛表示国民党也甲征召伊愿意来参选，啊，不过对要甲议员的职务辞掉，伊当地考试陈其迈。我想我如果需要我的话，我会这个勇敢承担。中央执政，那以过去民进党的惯例，不管结果怎么样，我相信陈其迈前副院长他都还是有位置可以回去。中选会嘛正式打出高雄市长的补选公告，有意愿参选的人爱伫6月20号到24号来登记，而且爱准备200万的保证金。到底阁有谁想要参选？24号就会当知影。记者陈义言、陈兴坤、柯正俊高雄报道。今日看到美国的国防部长 Mark Esper 伫咧网络发表文章，表明美国对印度洋、太平洋这边的重视，内容佫提起英国对民主的台湾所答应的建议，嘛讲会加强含咱往来。啊，另外，咱嘛有消息讲，美国国务卿麦蓬佩奥6月17会和中国外交的高级官员杨洁篪会面，敢会消透近来两国中间的紧张，真值得观察。美国参议院军委会进前通过预算达到7405亿美金的2021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内容表达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而且支持深化双边的关系。美国国防部长艾斯培15搁再连用3篇推特，表达美国对印太区域的重视，其中佫讲到会继续对日本、南韩、泰国、澳洲等等其他太平洋的岛国建立佫较密的伙伴关系，维持对民主台湾的承诺。台湾
身为这个印太地区一个很重要的成员，我们会持续跟美国以及其他的理念相近国家合作，共同确保一个自由、开放、繁荣的印太地区。最近中美的关系紧张，毋但伫南海军事互相比拼，更较因为疫情甲香港的经济互相批评，会当讲是关系到上低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阁真侪遍亲身甲中国对写，14伊阁直接讲，中国共产党对美国佮其他地区拢造成威胁。Beijing's opaque military buildup, reckless indifference to its internal obligations, and disinformation campaigns endanger us all. We all must be alert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threat to our way of life. 毋过，就伫咧美中关系哪来敢紧张的时，传出蓬佩奥17要甲中国外交领导官员、政治局的常委杨洁篪伫夏威夷会面，可能会针对疫情佮有美中贸易的议题来讨论。除了小透双方紧张的情势，无排除嘛讲到台湾的问题。佮传出这边的会面是由中国先提出要求。中国官媒人民网佮改进前攻击的态度，表示美中的交往有真深的基础，拢会当看出是中国态度热暖的转变。毋过美中双方的态度是真低调无正式。中国外交部是回应讲，双方保持沟通，有消息会搁再通知。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6月初9，美国军方一只运补飞机经过申请飞过咱台湾的半空中，结果煞引起中国不满，批评讲这是严重侵犯中国领土的主权。是讲近来中国军方的飞机嘛是不时飞来咱海峡的四边伫咧飞，当然空军嘉义联队者嘛甲 F-16的战斗机加挂新型飞弹的发射架，提高战斗力上无有2倍。一排排开的官兵，身躯顶穿的是陆军司令部经过研发改良的服装，将军白服专用的服装到大新的衫裤，拢总5大类18项的经理品，全部改善提升品质，互国军的官兵是穿了更较舒适，方便活动。若是针对美军一只 C-40运输机，顶礼拜飞过台湾的领空，沿西半部向南海飞行，这中国国防部的不满是批评美国严重侵犯着中国的领土主权，是真大的错误加危险。C-40运输机，它飞越它所谓的到台湾的领空是经过申请的程序才进入到我们的空域，期间也没有降落在这个台湾的任何机场中共解放军放话，会坚决打击任何制作一中一台意图。面对共军呛声逐项来，真侪便派军机装入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严重影响着台湾空域的安危。对这件代志，国军强化空军的战力，空军嘉义联队 F-16的战机加挂会当发射新型 AIM-9X 底定空对空飞弹 LAU-128-129飞弹发射架，互 F-16的战机会当同时载6粒飞弹，军事战力更较有弹性，战力提升2倍。这个面对前方的这些目标，它可以这个大角度的攻击，这个战机侧面平飞，甚至比较大角度的这个目标，能够让对手更难逃出他的锁定以及攻击。地这文强调讲，即马空军作战讲究时机外的空战，两军交手，往往伫敌军还未发现的时阵，就去从远距离拍落来。所以 F-16的战机即搭载新型的飞弹发射架，搭配飞行员所伫的联合头盔瞄准系统，锁定远方的目标，精准射击。同时，国军甲美军深化交流，发展本土化的作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近来中国新染着病武汉肺炎的患者内底，一个中年的女性发生酸骨轮、疼骨目这款症头，无非是病毒，又搁有变种。咱过来医师是判断讲，可能是患者体内有声带关节炎靠影。病情摊开的北京新发地市场遮，有三文鱼的肉店去采验着病毒。中国的专家嘛说明讲，照看鱼仔本身是无加着病毒，民众毋免想过头着惊。北京新发地市场出现武汉肺炎群组感染，致使疫情搁一届真紧张。中国媒体报道，14新增加的病例当中，其中一个伫咧新发地市场做工课48岁女性患者，症状是关节无爽快。外界烦恼讲，敢是因为病毒株变异啊？致使新的症状出现。不过台湾的医师认为讲，这甲病毒株变异并无关联。年纪倒了以后，本来就容易有关节炎的这个变化，或者是说它本身有一些类风湿性关节炎本身的那种体质被这个新冠病毒感染诱发了，所以我自己认为说，大概不太可能是因为新冠病毒的一个突变导致疾病的形态发生变化。
警察伫咧卖海产的单位巡查，新发地市场是紧急关起来，因为采检的时阵有测三文鱼的店验出新冠病毒。中国有风声警告讲，暂时莫食三文鱼。有真有名的卖场嘛，暂时无要卖三文鱼啊。不过，用时是找流行病学的专家来说明，否认三文鱼会带新冠病毒。在三文鱼采样发现这个阳性，或者说三文鱼的案板上这个采样发现这个核酸阳性呢，只是代表呢这个受到了污染。那么这个污染呢，有可能是在这个新发地市场造成的污染，它不能完全代表是从这个境外输入，或者这鱼的本身呢一开始就受到污染。专家表示，有可能是市场的工作人员讲话的时阵透过烂手传播，甲点污染到。目前并无直接的证据显示新冠病毒是为三文鱼来的。记者综合报道。是啦，6月11到当中国北京染到武汉肺炎的患者，计共已经有106个。但市内的官员嘛表示，这当病情消化进入非常时期。中国医学的专家佫分析讲，传染症会传袂传，输赢就是看未来这3天。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甲这边北京的代志认定做重大事件，佫望中国会当公布病毒基因的排列。北京出现新一波的武汉肺炎本土疫情，连续3天，每一天拢出现20-30个病例。为11到即马，确诊感染者已经总共有106个人。这波疫情嘛影响到河北，连续2天拢嘛有病例。真侪个星期有警报宣布今日的战时状态。中国专家指出，疫情敢会大爆发，未来3天真关键。未来3天，北京报告的病例数决定了这次疫情的这个走向。由于北京呢在11号出现疫情以后，12号、13这个很快就响应了。那么这些措施的话呢，应该是及时的、有效的。那么对于那些已经感染的病人，这个要发病的话呢，这个也就是在这个明天、后天。这2天，因为北京伫过去50几天无出现新的病例，即马煞熊熊压出疫情，嘛互世界卫生组织 WHO 真重视。秘书长谭德赛表示，当地调查爆发的源头甲程度，突发卫生事件执行主任莱恩认为，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希望中国公布病毒基因序列。Are working directly with colleagues again at China CDC on some of the more important findings like genetic sequencing and other investigations that will be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this disease. And we fully expect that China will, in the normal course, publicly put those sequences, as they have done in the past, on publicly available websites. 武汉肺炎疫情由源伫全世界咧传，由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主席议员麦考尔带领的调查小组发表一份长50页的调查报告，内容嘛包括医生李文亮提出的确诊消息，而且指出中国从来无正式向 WHO 通报疫情，而且批评 WHO 无看重台湾发出的警告，只是配合中国互疫情世界传。伫报告上尾佫建议，包括谭德赛必须要为此负责任，而且实质。记者郭灿特别有整理报道。因为欧洲联盟已经有开声鼓励因范围内底的国家，就要赶紧互相开放。它包含法国、德国、比利时等等。6月15拢有解除各界的管制，德国趁法国的高铁重新起行，各国中间劳工甲货品也拢会当搁再自由出入。不过世界卫生组织 WHO 嘛开声警告讲，开放毋是全然拢无风险。由法国巴黎发车通过比利时去德国多特蒙德的大利苏高铁，3月2日因为疫情宣布停驶要3个月了后，第一班列车15正式发车恢复营运。On part avec nos enfants voir la grand-mère et passer du temps en famille pour les vacances scolaires. Et ça fait du bien, enfin. 后面为着要赶伫咧热天旅游大月进前恢复经济活动，鼓励各国都15月开始恢复开放边境。除了德国甲法国以外，包括斯洛维尼亚和意大利、瑞士甲法国、比利时甲法国、德国甲波兰和丹麦等等，15拢开始重新开放边境。Schon früher sein können, aber okay. Jedes Land hat seine Ansichten und das müssen wir akzeptieren. 法国上大的戴高乐机场15出现超2万的旅客，预计到7月份会增加到5万人。就算欧洲新军区解除内部的边境管制，恢复物流交通，而且解除必要工作人员的管制，但是西班牙要等到2月才会开放国外旅客入境。
布里格西班牙度假胜地帕尔马岛已经先对德国游客来开放，超180载德国民众已经去岛上来享受假期。若是瑞典，因为疫情发生到今，拢无采取封城的措施，所以包括附近的国家冰岛、丹麦等等，就算重新开放边境，嘛拢甲瑞典排除。若是捷克，嘛排除疫情共款是真危险的比利时、葡萄牙、瑞典甲英国。经济拢是靠旅游业的希腊，嘛开放29个游客入境，包括非欧盟成员的纽西兰、澳洲、中国和南韩。若是英国共款是要求入境旅客必须要隔離2禮拜。世界衛生組織10個嘛對歐洲的開放措施提出警告。Again, let us remember, and we've seen, there is no zero risk in any environment. 就算歐洲已經開始解禁，不過也是有真濟專家警告，秋天了疫情也是有可能會壓起來，所以要完全回去甲疫情發生之前的旅行自由度，也閣有真長的路。記者綜合報道。來講，舊年6月15這一日，香港一個35歲青年人梁凌傑申請一領頂頭有寫反對特首甲警察這款字句的號碼，爬起到太古廣場遮大樓的懸頂，煞不幸來墜落樓骹。經過一冬後，長到幾多千的香港民眾，閣再來到太古廣場匯集，要紀念梁凌傑的犧牲。警察嘛出陣戒備。在音樂聲當中，穿烏衫、手提白花的民眾來香港金鐘頭前悼念在反送中運動頭一個過身的參與者梁凌傑已經過身1年啊。到暗時8點，現場還有千外民眾咧排隊，大家攏把手機的燈光點好倒。這段是放滿白色的紙號，來悼念的民眾是講，永遠袂忘記你這天。It's really important for people to remember how sad it is to lose even just one of us. 2019年6月19日，35歲梁凌傑穿有反對特首甲港警的字的黃色雨衣，爬起入關樓，佇棚仔頂掛抗議的海報，最後甲警方對起的時陣，墜落樓骹死亡。香港泛民派團體民間人權陣線呼籲佇梁凌傑過身滿1年這天，民眾穿烏衫掛白絲巾仔，到事發的地點太古廣場來悼念。對早起就開始出現人陣，邊仔是有大批警察在抬兵。警方是一度跟哪吒到場嘅民眾，佢發生冤家情形。因為佢過身1週年啊嘛，今日係，咁所以帶支花嚟去悼念佢咯，即係紀念翻、提醒翻自己件事過咗1年啦，件事發展到而家都仍然未有一個好明確嘅出路，想提翻即係自己都行翻出嚟，提翻自己，提翻所有香港人，我哋唔會放棄嘅。梁凌傑的老爸接受香港媒體採訪的時陣講，受到政權百般的阻擋，伊想要替後生討回公道，要求愛調查死因，嘛呼籲少年人莫讓悲劇擱再發生。記者綜合報道。倒轉來關心上界新的消息，昨對文革的地序這個倒轉來，迄對染着武漢肺炎的翁某，敢有申請防護衫入境？今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曾荫祥發言人表示講，經過調錄影帶出來看，發覺因雙人是有掛喙罨，毋過防護衫確實無脫，是講疫情調查的記載哪會無照事實？詳細的原因會閣再查明。目前大概是看到是說都有戴口罩，但是的確是沒有穿防護衣。那這件事情，由於我們昨天新聞稿是針對就是我們的疫調人員，跟這2位去做調查，然後提供的，所以到底為什麼會做這不實的記載哈？那我們當然會請這個我們地方衛生局去做調查，會有任何是屬於歸責於這個這2位病患的個人行為，那當然就可以依法來裁處。衛生福利部嘛發布去年國民死亡原因統計結果，癌症同款是排頭一坎，平均車10分過27秒導致一個民眾因為癌症來過往。另外真值得注意就是講，15歲到24歲之間的少年人行底路自盡不幸人數比頂一年增加要3成。衛生福利部嘛提醒做人父母的，都要大大斟酌這層問題。衛福部發布去年台灣人死因統計結果，排佇咧10大死因頭名也是癌症。去年總共有50232個人無命，比前一年增加1448個人，死亡人數是閣創新高。衛福部觀察，癌症死亡人數大部分攏集中一個55歲以上的族群，佔8成5。若是死亡率前3懸的癌症，分別是肺癌、肝癌，還有結腸直腸癌。那去年呢，單是癌症死亡的人數呢，就有5萬232人。平均呢，每天呢就有138個人因癌症死亡。
换句话说呢，就是每10分27秒就有1个人呢因癌症死亡，那比呢107年的10分39秒呢快了12秒。卫福部指出，国内受到人口结构快速高龄化影响，65岁以上的老大人占死亡总人数的比例有逐年增加的趋势。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少年人死因以癌症甲自杀上侪，尤其是15岁到24岁，自杀死亡人数明显增加，有257个人死亡，比去年增加47个人。卫福部认为，即卖青少年爱面对的社会比以前更较紧、更较复杂，家长一定爱加观察。怎么样增加心理智商啦？怎么样去做一些危险工具的防止？这些以外，我们觉得说，怎么样去做好疏导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就任由青少年自己在网络的环境下长大，其实这样是不健康的做法。心理中指出，自杀率甲家庭组织大大改变有关系。网络时代所提供的错误信息，嘛，互青少年懵懵渺渺，冲动自杀是占多数。要安怎斗相共疏导青少年所面对的压力，还有伫咧校园甲家长设更较完善的防调措施，嘛显示出青少年自杀防治的部分需要更加强。记者综合报道。捌去互火烧着伤的民众，皮肤流汗的功能受损害，要复原就要搁套压力衫。热天时啊，若无冷气，有影是翕甲袂动的。专门伫咧服务这款患者的阳光基金会，事务所近来因为要抵挡传染症，冷气就爱放，窗仔嘛袂当关。加在台达电子文教基金会伸出援手，组建一组抽风交换空气的设备，困难才来解决。天气这么热，烧伤伤友为着要复健，必须要穿压力衫，加上流汗的功能已经受到损害，在高温之下，因活入一般人无法度了解的痛苦当中。觉得就是很像穿雨衣那样，就是外面没下雨，里面下大雨，那种好热好热的感觉，这样子。对。然后那当你的疤痕在生长的时候，全身爬满小蚂蚁，这样刺刺麻麻又痒痒。烧伤伤友伫热天特别需要冷气调控温度，但疫情期间，服务伤友的阳光基金会为着要让空气流通，必须要开窗啊，嘛让电费贵甲惊死人。在台达基金会协助之下，解决开冷气唔免开窗啊，佮会当保持室内空气品质的难题。我们知道，但是不会意识到这么严重。就是在改装之前，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是接近3000，那改善完成之后呢，来测试是1000。另外，为着要提高节能的效率，台达嘛协助改装窗啊，完成相赞的玻璃。光是今天现在外面的温度跟现在室内就已经差了8度左右。如果没有窗的话，装这个双层窗，它外面的热是直接导入的。对，所以我们希望这一套对阳光的商友来说都能有帮助。加装设备进行改装，节能可以当明显改善室内空气品质，包括二氧化碳甲 PM2.5浓度拢下降。不过，甲醛的改善却有限，为此，佮伫室内放好尾栏来净化空气。提供科技甲设备，台达希望和协助商友中间的阳光基金会，唔但充满公平，嘛充满新鲜的空气。记者林俊曾志成台北报道。人的医疗爱关心，动物的医疗也真要紧。来讲饲猫狗仔的主人，望讲要互这的动物伴长岁寿，不过照顾甲医疗的开销嘛真重。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吴忠信教授研究科学中药，发觉讲。有的汉药会当加强动物抵抗微生物，有的汉药会当提高动物的抵抗力。未来传统的中医药应用在动物医疗保健，看起来是真有机会。主人家饲的狗抱咧，这只狗血直直真惊青昏，即嘛因为年岁有啊开始退化，所以这只狗啊，红抱的时间就愈来愈长啊。关节比较不好，就是跑跳比较像那种高的比较不敢跳，然后走路也稍微比较缓慢一点，没有像以前活力这么好。关节退化，动作无遐尔啊溜咧。林小姐的狗啊阿宝，狗血啊嘛是安尼。不过1个月之前，阿宝开始食加入科学中药的肉干四修啊，所以伊即摆的情形就有较改善啊。现在就稍微会跳起来，就是跑的时候就会稍微跳一下这样。对啊，现在最近活力很好。台师大教授吴忠信的团队。甲台大连健敏兽医师，甲业界下领域研究发现，有血宠物补充有科学中药的健康食品，会当减轻老化的症状。可比讲，居乐二仙家自古以来都是补气血的好药方，会当加强免疫力，而且伫咧饲料内底掺汉药，袂无分好歹菌，全部拢无去。龟鹿，它不但有效可以改善它的运动，
也可以让它的骨头的密度会比较好一点。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让狗狗它在晚年的时候，它其实会比较健康，而不会说一天到晚都生病要去看医生。吴中心按趋势研究预测指出，今年下半年全台湾狗仔甲猫仔的数量会头一届超过15岁以下的囡仔，宠物高龄化的时代来临。未来趋势是以科学中药来保养，唔是用西药来治疗。安尼会当减少主人医疗费用的负担，嘛会当互宠物就算有血，嘛会当活了较健康，生活嘛会当搁较有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南北二路上届新的大消息，苗栗通霄白沙屯江天宫今年因为传染症的缘故，进香的安排有延迟。他中昼白沙屯妈祖的庙方嘛宣布，经过请示新春，新历7月初5要起驾，举办9天8暝8天进香的活动。出发的时间是农历5月15日，休时就是2点15分。咱到北港的时间是农历5月18日，国历是7月初8日，礼拜三。较早的时间是农历5月19日，卯时5点15分，国历是7月9日，来拜四吼。咱回宫的时间是农历5月23日，辰时15点20分，就是下晡3点20分，国历是7月13日。咱开炉的时间是农历6月14日，子时就是11点20分，国历7月20日。同款来看苗栗通霄，昨早起福原里的龙源桥骹，有农民去发觉一只出世较无2礼拜的石虎仔囝，看起来还未长冷，嘛无法度家己出去讨食。苗栗县农业处他嘛说明讲，去年开始奖励农民采用保护石虎的方式来种植这款政策了后，通报发觉石虎的案件也有渐渐增加，有影是好消息。石虎仔发出悠悠的叫声，出世也无到2礼拜，身躯顶也阁有胎毛，捡到的民众是一直咧讨论。应该在附近出事，惊某会出来讨起来对后壁对无着边的。我这讲，这袂出来啊！苗栗县通霄镇生里的农民，15早起9点外去通霄镇福原里龙源桥下骹顺产水的时阵，发现一只石虎仔掉伫咧草埔附近的田沟内底袂顶袂动。农民伫车顶等袂半点钟，拢无等到石虎的妈妈转来，惊这只石虎仔会去互野狗攻击，转家己跑去通霄镇的乌门派出所。我们的这个通霄的龙源桥桥下发现到这个阿公的这个小石虎，大概才出生2周，那我想应该是这个母狮带出来哈，那再教他们怎么的觅食，还去找食物了哦，那也身体稍微有点虚弱，我们就呢赶快送到这个特训中心安置。兽医替伊做简单的身体检查了后，送去苗栗县农业处。因为石虎仔无法度家己伫野外生活，昨日早起相关单位才阁转送去南投特生中心安置。苗栗县农业处指出，目前也无法度判断石虎仔敢是去互妈妈放杀，也是出去找食的时阵暂时安置。这嘛是今年第2只捡到的活体石虎仔。去年苗栗县实施生态给付方案了后，石虎的通报甲保育是阁较有效率。所队的队长过去，那便是说这个确实是石虎，这样子从发现到通报大约2个小时，他就在后龙动物医院做一个安置了。苗栗县农业处指出，到今年6月中，已经有4只石虎去互落杀，也是发现的时阵已经死亡。石虎的教育慢慢咧推广，在地社区的投入，互石虎的保育豆豆发挥成效。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去年宜兰南方澳大桥断轨不幸发生了后，各地头桥梁的安全嘛引起社会真关心。云林县内真正有查到16班有危险的桥道，经过中央补助上亿，县府另外搁轻刮落去塌。目前其中7座桥已经施工补强好势，剩的伫咧年尾以前嘛拢总会当完工咯。来到云林大西乡23桥梁，这是当地5条干通往两方地区需要经过的桥梁，村民需要频率算悬。但这座桥去年检测是危桥后紧急封闭，用路人需要驶几公里，相当的不便。但现在中建工程5月底已经发包，预估今年10月份就能完成整修。对所有乡亲讲一声道歉，就是讲，因为伊是围桥扎起来，这段时间造成足侪乡亲出入无方便啦吼。毋过咱足期待伊已经要动工啊，会当尽快来完成啊，然后咱这乡亲会当安尼平安来出入安。
文管府表示，去年宜兰南方澳大桥发生放气的事件，文管内桥梁经过检测，总共16座围桥，其中10座因为更替外露生严重损坏等原因，需要拍掉来重建，各有6座需要进行修复。祈求由中央补助将近1亿的经费，和县府家己总经费一起发包。当然，咱婚姻关资源缺乏啦吼，咱嘛一直等到今年的4月份吼，才得到中央的补助款吼，9000几万啦吼。所以，阮5月份马上就吼陆陆续续来发包完成，嘛要开始动工啊吼。所以这呢吼，咱这个施作的过程当中吼，会造成大家不便，请大家共同去忍耐一下，去体谅一下吼。今日先表示。云林县内桥梁总共有1653组，其中高风险需要紧急处理的维护总共16组，其中7组已经完工，剩的桥梁工程嘛已经完成发包，预估今年底中全部陆续完工。至1年内需要维护的，共有323组，目前已经由公务处陆续进行检测和征收的评估中。记者云林报道。镜头继续刷入南，来讲环保署公布全台湾河川水质的监测站污染上界严重的9站，结果其中敢若台南市就顶4大，尤其监测到上界垃圾的一位，嘛同款是伫咧台南。但台南市的环保局嘛说明讲，未来会赶紧建设民生用水的净水厂，阁会加强去掠头排废水迄款工程。人来来去去的车路顶悬，一条真普通的桥叫做望寮桥，伊是属于宜林溪支流的三叶溪。附近除了有客家，阁有南山几间工厂。但是这条河最近去互环保署公布做全台湾9条上界垃圾的河之一，但是附近的居民看法真侪款。就都会闻到一些味道吗？会啊会。会啊。还有觉得很臭还是怎么样？就脏脏的。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还好啊，就是它的味道也不会飘上来之类的。然后下雨的时候，它也有那种防淹水的效果，还不错。环保署公布全台湾9条河川水质严重污染的测站，敢若台南市就占4个，包含台十股界集水溪桥、宜林溪支流三叶溪望寮桥、悟空桥、永宁桥，这几个测站的河川污染指数拢比6较大，代表严重污染。对这件代志，台南市环保局解说，未来针对鹿龙区的水系加强灭体设施，加强掠工业头排的力头。我们除了那个就是加强稽查，去看他们有没有正常的处理，避免他们绕流排放。在三爷溪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去年开始实施了那个桶的一个加盐标准这样子。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针对三爷溪污染这个部分，我们又采比较积极的那个方式去作为。台南市环保局进一步解说，集水区主要是鹿龙涌溪所产生的垃圾水，三叶溪部分是因为流过太乙工业区。虽然工厂拢有设垃圾水处理设备，但是河川少，承载量有限。若是环保署是讲，未来推测污水下水道系统，阁有加紧接管的作业，也是补助河川水质净化措施。两个方法做伙做，整治生活污水甲脱污的废水，希望明年会当达成全国零严重污染测站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个人环保，咱换来讲花莲县环保局目前有推动不塑优先餐厅的认证，就是咧鼓励店头减少使用塑胶类的碗碟。来民众要把握家己有炸便当盒仔，也是饮料杯啊，也有另外优待。即当阵已经有22间店头的业者通过认证，民众会当看新大的票啊，尽量来支持。环保意识加悬，即马袂少消费者出去外口食物件，拢会注意到餐具敢是用一遍就单调的，所以花莲已经有部分的店家加入无使用任何塑胶餐具，早早是鼓励顾客炸起来底。我们鼓励消费者就是自带餐盒的话，加量不加价。的确，有的客人会觉得不方便，可是就是沟通。环保局表示，花莲因为无分化炉，所以本所要对源头减量，特别鼓励餐饮业者加入无塑胶优先餐厅，无使用一遍就单调餐具，早早用环保餐具。目前已经有22间业者通过认证。纸杯也不行，塑胶杯啦、免洗筷啊这些基本的，它都不能够使用。那另外呢，店家里面必须要有环保标章的一些清洁用品或产品。规范严格，敢会影响生理。消费者普遍认为无用塑胶的餐厅，等到代表业者伫实在顶管较用心，早早若使用环保餐具，炸起来底嘛是一个办法。可能刚开始会有点不方便嘛，可是我觉得如果说已经提前告知消费者，那后续会形成一个准备的习惯。根据环保局委外厂商调查，受到疫情的影响，其实部分的餐饮业者嘛是提供一遍就单调的餐具，所以外送的环保餐具收转来洗爱用的器材加人力，大部分的店家拢搁在观察当中。记者综合报道。
咱搁来讲通市沙纳遮一片海边的轮啊，是标准的海岸沙轮这款地形。人讲景致水甲袂输世界出名的非洲沙漠。啊，通市政府当嘛甲这搭公告做市内头一座地质公园，这也是全国头一位为着要保护海岸沙轮的地形所来成立的地质公园。唔免出国，就会当翕出像沙漠同款真水的相片。桃园草蕊沙轮景致是真优美，有台版撒哈拉沙漠之称，而且捌互环境资讯协会选做全台湾9个上值得守护的美丽海岸之一。吸引袂少介意摄影、甲网情来翕相。最高的高度可以到10到15公尺。那这个沙沙丘基本上它有保护海岸的功能，可以防止我们的这个海潮的一个破坏，造成一个陆地的倒退哈。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天然屏障。因为河川带来风背沙，而且因为海水有大流甲可流的关系，形成沙轮的景观。草蕊沙轮是东北甲西南向，有8.1公里长。面积有284公顷，是台湾海岸沙轮保持上完整而且上宽的自然地景。市府以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规定，6月份公告指定做桃园市第1个地质公园，嘛是全国头一个以沙轮号名保护的地质公园。今天呢，特别把地质公园划设完成，那并且今年完成了第1条生态步道，那年底要完成第2条。那接着我们要设置地质生态教室。涂骹坡茶友啊，规条步道是做甲真自然。市府编了3700万的预算，打造2条自然共发的景观步道，让游客会当体验草蕊沙轮的水，嘛甲草蕊沙轮分做一般区、保育区甲核心区，让独有的沙轮地景资源，阁会当兼顾保育，也阁有佚佗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讲，欧洲、美国迄边，当有真侪民众。烦恼讲坐公共交通工具会去挖着传染症，当出门拢换骑脚踏车，结果嘛去造成着生产铁马的工厂注文的订单用要消透袂了。毋则讲无论卖盐还是卖雨伞，咱若照起工做，今早晚拢会有好时机。工作人员将车辆登记了，详细检查过程。这是捷安特伫咧台中的工厂，员工伫咧赶出去已经无用几落个月啊。这无用是因为欧美的市场增加，受疫情影响，欧美民众为了要避免感染，较无坐大众运输，即马大家拢骑脚踏车上下班。真侪自行车店车拢无到杯，赶紧落订单，捷安特订单是接袂煞。In U.S., since March, there's a steady increase on the demand, and then for Europe, is after the ease of the lockdown. 古代董事长讲，这边的订单无伫咧预期中，因过因随动员旗下所有公司，也伫咧中华国家匈牙利设厂，希望会让锁定欧美市场的供应链，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因为真侪拢是拄骑车，所以锁定中介小产品。During this pandemic, it is the bike that is retailing price sub 1,000. Whether it is US dollar or pound or even euro, it is more popular because most of the consumers are new cyclists. 台湾自行车协会讲，目前国内2大自行车制造商的订单拢已经排到年底，伫咧整体经济衰退时阵，颠倒是成长。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台湾话，咱拢知影讲腔口真济。你像讲铁马、脚踏车，这足侪人吼讲法拢无共啦。有的人讲叫做铁马，有的人讲叫做空明车，有的人讲叫做自转车，有的人讲叫做脚踏车。这就是腔口用词无相像伫咧比较。你讲国情啊？阁有你写无对的啦，人阮遐讲叫做动轮车，有影咯。啊，腔口前差区分伫咧对。国情今日简单来甲所有朋友互相来探讨一下。第一就是用词无共，这腔口区分有前差哦。第二除了用词以外，你讲吼南部北部有诶讲空明车，有诶讲自转车，有诶讲脚踏车。听用词咱分讲，哇，你高雄诶人，你台南诶人，哦，你中华诶人。第二就是听口音，这口音。关键音变调无共，你像讲台语的第5声，那台南那宜兰一定变第7声。毋过咱若海口的群众，这个群，咱会讲群众，咱袂讲群众，因为这个群第5声，在中华海口，咱鹿港这方面的腔口，拢是变第3声。搁有
搁有就是这个腔口发音无共，毋是干那变调尔，搁有这个母音。你像讲吼，猪啊狗啊，这是猪。咱啊台南、宜兰，大家拢讲猪啦，毋过海口咱讲猪啊，猪、鸡、鸭啦。啊，另外嘛有一寡庄头，伊毋是讲猪，毋是讲猪，人伊讲猪。你像讲台北大稻埕这方面，人因就讲猪。这腔口无共，当然就产生笑亏咯。较早咱咧看猪高粱啊，咧看好一行，因咧餐厅小，因拢互相咧问啦，讲吼，这台湾话腔口足济啦，有人讲猪，有人讲猪，啊有人讲猪，啊恁讲猪啊猪，吼，这内面啊一时反应无甲遐讲，啊阮讲猪啊，即马吼主持人就会甲因讲吼，恁讲猪有影吼，阮毋是呢，啊无恁讲啥？阮讲人，阮爸嘛人，我嘛人。原来恁讲啥即句话，台语经过变调啦，就变做讲吼，你的阿公恁讲啥拄啊共音啦，所以变做一种咧共欺负的笑话啦。佮讲翻头，毋那干那腔口讲关键音变调，毋那干那讲即个母音无共，有诶一寡庄头人是话尾无共，甚至讲主音无共。你想讲关庙遮，大家拢知，凊彩讲凊彩，臭人呆讲少人呆。啊无，就是讲话后壁会加一个大，吼，这原来固定有所在的腔口。佮有咱国政啊头拄我咧讲母音无共，你像讲中华英前其他边冷冷电电，人咧讲冷，伊讲冷，这原来腔口的区分。毋则讲腔口用词句句真，咱台湾话丰富实在是说不尽，真正真趣味。过来，咱嘛来关心国家研究实验室有发表一款针对 AI 人工智慧的新技术设计甲检验的系统，这会当大大缩短自动驾驶的轿车，佮无人飞机这种技术开发的时间。咱做伙来了解一下。甲人体基因甲标准基因做比对，还有分析，找出其中有变异或者是致病的基因。台大甲高大团队合作开发基因定序资料分析的处理晶片，这甲目前电脑的技术来比，分析的速度会当提升60倍以上。关键是专用的电路，这种分析它其实用一般的超级电脑都要算1-2个礼拜，几天至少。特殊的电路，它整个加速就是可以达到数十倍甚至近100倍的加速，所以原本刚刚讲数天的这种分析时间，现在可以压缩到几十分钟、30分钟、40分钟。原本需要几啊天的时间来分析，即马免到1点钟就会当知影结果。背后的工程是国研院所开发的人工智慧系统晶片设计甲验证平台，而且这甲过去需要靠网络连线的超级电脑运算无共款。AI 系统的晶片唔免靠网络，而且会当兼顾温书，也有即时的翻译。先完成了处理器、记忆体，然后周边感测器。学校它只要在开发，譬如车用的 ADAS 的演算法，然后把它做成晶片。随着现在系统越来越复杂，一个小小的雏形没有办法去说服别人说它整个系统，从系统层面来说，它的性能的改善幅度是多少？那像这些专属的 IP，只靠学校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办法开发出来，所以这个不只是在效率上的提升，而是它可以实现一些以前我们都没有办法实现的一些功能。因为 AI 系统的晶片设计是真复杂，需要有大数据、深度学习，还有晶片验证等等的领域，爱投入真侪时间、人力甲经费。有平台的合作，就会当减少开发的时间甲成本。目前相关的技术会甲重点放伫咧生医晶片、智慧型自走载具、甲自动驾驶车等等的领域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卫生福利部台东病院的身心科，进前因为一个耳孔咧听有较不便的患者来入院，但科内23个医护人员，甚至佮含保全也做伙，拢认真地去学用笔的手语，尽量甲这个患者要照顾好愈十全。他昨这个病人也顺势复原出院了。伫咧卫福部台东病院身心科接受短医治疗的听力障碍患者安琪要出院啊，保全人员特别用手语来甲伊关心。我跟他说叫他乖乖的，然后等一下他就可以回家了。安琪是身心科病房内底唯一一个听无嘛无法度讲话的患者，啊，毋过病院内底无会晓手语的医护人员，为着要治疗安琪，提供好的医疗照护，规个部门23个医护甲保全人员都顶个月开始利用早会来学习手语，而且建立单字表，嘛利用时间看网络教学影片，大家拢感觉这款的经验特别有意义。没办法说讲一整句话，但是简单几个指令他都听得懂。从他的完全不信任到他信任，然后到他就是愿意在这边。
医师讲，新心症的患者的治疗上需要医病之间有好的沟通甲信任，规个部门用学到的手语甲安吉沟通，治疗的过程真顺利。我们让他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心，这个是最重要的。卫福部台东病医表示，有这届的经验，会甲所有甲安吉沟通的学习课程影片、甲单字表做档案，而且定期练习，建立未来甲听觉障碍患者有好的医病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咱拢知影，即阵往来长大寸。若台南市三上区所种的大龙16号往来，上界特别的就是讲，往来配料咧变软的时，就算9分，会用得抬来食咯。虽讲市面上较少看到金钻往来，不过台南三上区出产的大龙16号甜蜜蜜往来也袂输人。上界特别的是，甜蜜蜜往来小可变黄就通食。这个品种稍微果木转色的时候就可以食用了，不要放到后熟。这个品种也纤维质较少，你熟度放得太熟的时候，它容易坏掉，而且那个黑点会容易跑出来。人讲往来头是过尾，食往来唔但爱趁着时，佮爱食往来头较甜。人客若要选家己爱食的往来，建议用手夹一个，用声音来判断就知。以这个品种来讲，大部分农民种出来的果那个水果鲜果的部分以及古生果都是有回音的。然后你如果弱生果就是比较沉一点的声音的时候，也就是水分多，然后也不容易那个保存。水分侪甜蜜蜜往来，肉油香甜，气味阁好，食起来酸甜酸甜，而且往来有加丰富的糖类、维生素、膳食纤维和往来酵素，伫热天食唔但退火，阁通促进胃肠的消化。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中华和美新庄社区，前一阵有摆艺术课，教砖头的时代用面筋凹作鱼仔囝的形体，这唔但互老大人训练手骨，阁有这面筋鱼的作品，嘛会当炸当去片顺，有影是真欢喜。甲舅舅甲伫咧这身红仔顶头，甲白虎眼阿嬷无用伫咧创家己的作品。另外一边，老师当伫咧教这个阿公念古水的塔门粒啊，中华县和美镇新庄社区的关怀据点有影真闹热，众人拢咧学用面筋凹做鱼仔囝的形体。手熟了，快睡吧了。阿公阿嬷摕完成品笑甲花头喜面，拢讲即摆活动含英过、甲跳舞、办讲座，也阁有耍乒乓的课，真无共款。和美镇新庄社区的理事长讲，受疫情影响，来参加活动的人有变较少，不过这也是头摆替时代安排艺术课，想袂到大家真捧场，拢参加真欢喜。虽然讲这一小小的物件但是训练讲因的手工艺。因为这只小熊伊看足古水，哎呀用了剩了垃圾，咱阁会使摕来做抹布。这两只花阁会使做囡仔的发夹，都不会浪费到这些东西，所以这就环保。阿公阿嬷学做幼路的鱼仔，用一块面筋布、3条树铃，佮配2蕊粉红的花，就会使实现生活美学。大家算甲欢喜，佮有物件通炸转去，和孙仔佚佗，有影真有意思。记者综合报道。搁来关心国际，来讲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民权法案禁止职业场所台务无平等的规定，嘛会当下用同性恋，搁有心理上自认性别和外工无相共的人士，搁来头家人就要当另外用这款理由来令眼看太深度了。美国最高法院15裁定，1964年民权法案当中禁止一场性别歧视的规定，同款嘛适用伫咧同性恋甲下性别的员工，也就是讲，头家袂当因为员工的性倾向也是性别认同来乌白开除员工。Today is a landmark victory for LGBTQ equality, decades in the making.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stood on 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 declaring that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discrimination are both prohibited under federal law. 美国民权法案第7章禁止雇主因为性别、种族、肤色、宗教，也是国籍等等的因素来歧视员工。其中对性别的保障，是不是包括同性恋甲下性别，一直拢有争议。这摆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以6票对3票做出裁定，确定保障全美国 LGBT 的工作权益。No one has to be fearful going to work, fearful that they could lose their job because of who they are, who they love, or how they identify.
I think today is an important reminder that justice will always prevail, but also that we have to continue to fight for it, and that during this Pride Month and as the Black Lives Matters movement continues, we just must not make the assumption that our rights will be freely given to us. 在此进前，全美国还有28州并无防止这类就业歧视的相关措施，所以这项裁定，麦当讲是2015年最高法院裁定同性婚姻合法以来，美国同志权益上重大的时刻。记者林浩如整理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6度。 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28度到35度；金马、澎湖29度到33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咱再会，多谢。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水啦。今仔日咱要来讲拜拜会用到的物件，就是金纸。金纸汉字写做金纸，罗马字写做高音金，纸画纸。金第一条，纸第二条。金纸是纸钱顶面有搭金箔的，主要是用来拜神明的。若纸钱顶面搭金箔是金纸，主要是用来拜好兄弟，也是拜祖先的。另外，嘛有一寡金纸会使烧予祖先，不过爱等祖先过身满3年了后才会动哦。咱拜拜时，较常用的金纸有几种，像天公金是上高级的金纸，会使烧予玉皇大帝；寿金是用来烧予妈祖、关圣帝君这级的神明，常常用伫神明生的时阵。四方金嘛叫做挂金，是上通用的金纸；福金就是福地正神金。专门用来拜土地公，嘛叫做土地公金。拜拜另外爱准备的是生礼、菜碗甲素果。生礼有分3升甲5升，一般的3升是用大块猪肉做中央，规尾鱼甲规只鸡做双平。猪肉是上主要的生礼，有一句热气仔话讲：猪八戒拜天公，家己抬家己。讲拜天公一定爱用生礼，所以猪八戒拜天公就是家己抬家己，家己人互相相答的意思。菜碗就是煮好的菜，通常爱用大碗来底，所以叫做菜碗。一般会准备6碗还是12碗。四果嘛有人讲是5果，这数字唔是讲爱用几种果子落去拜。伊是素食果子的意思，不过有一寡果子无适合摕来拜拜哦，像石茄的形生做像佛祖的头，若摕来拜拜吼，对神明不敬，就较无适合。有一句俗语讲：先顾北斗，才顾佛祖，意思是咱做人爱先维持家己的生活，饭有食饱。再来想要传什么好料来敬拜神明，例如金纸、银纸、天公金、寿金、挂金、福金。猪八戒拜天公，
家己杀家己，先顾北岛，才顾辅佐。熟悉各种金纸的用途，安尼以后大家就知影爱安怎摆啊。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